后来继续来看农田水利会伫10月改制做农田水利署，正式来纳入到公务机关。当时的主张讲会扩大这个灌溉区，保障农民。但是即摆拄到状况咯，欠水就来牺牲农民，拢无讲安怎，就来宣布桃园、新竹甲苗栗停止灌溉，农民是有够怨气，包括嘉义、中华甲云林。 水利会自救会会长到甲产院来陈情，希望政府会当谨慎来思考，才来行动。还职权。昆嘉南中华农田水利自救会会长上报去监察院头前大声喊反对集权，拢是因为政府讲农田水利会因要收动去。现在农委会以及内政部、行政院。 把水利会全国17个水利会当作消灭这个是违法违宪的。原来农田水利会甲这官派，农委会是主要负责的单位，因为欠水，农委会最近宣布桃园、新竹、苗栗休耕。不过农委会讲，伫咧8月就已经做好欠水的准备，即马有的所在嘛是休耕，互农民真生气。 如果水资源被抢走了，农民的生产、农作物的生产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。不过即摆政府煞怎直接甲用官派？你甲想讲，这已经行迄个咱的民主倒车，所以这对农民完完全全拢无咧顾农民的感受。 农田水利会改制度本来是要保护农民，不过面对欠水甲农民生活影响，农委会免怎做，无得卡爱个斟酌想看卖咧。